你看这样子待遇啊，他的父母要知道以后，心有多痛。对啊。它这个是用翻模的啊，它这是用翻模的，不是真的细胞。蛮像的哈。蛮震撼的啦。那这个场景给我的感觉是比绿岛还要有感觉，因为绿岛的感觉是有一点点，你也是会去看山看海了，这边是真正的来看一个历史的背景故事。是要会记你无？伊会记你哦。哎，我无少讲啊。恁20几岁跟90几岁会使共款嘛？无蛮厉害。以前的药真的是这样子的，以前的药真的是这样。美术组他们特别去参考资料做出来，所以我们很用心的在还原。很多人去打石头，或者说去山上砍毛杆哈，回来都很累了，就中午的话休息一下，就躺下就睡了，然后就这么大地方嘛，所以没有地方送的话，就是上面也满了，下面也满了，最后就睡地下这样。我一直在找事实的真相，我找了快60年，直到爸爸被枪决的时候是到我初中，但是我爸爸是在我小学3年级、2年级的时候就被枪决，所以这段时间是家里的人都不会告诉我爸爸是为什么走了。我们拍这个片子，这个很有历史的意义啊，尤其我过去有经过这个事情啊，然后也知道这些故事啊，更觉得这个地方的重要。那事实上，他们都在生死边缘走一回了。那现在长辈一个一个都离开了，说真的，要再把这个台湾这个故事，这个历史背景的故事继续延续下去，说真的还是蛮辛苦的。这是人生难得的一种机会，因为能活下来是很不简单，所以留这样一个记录，我觉得很不错。